上完了这一堂课，不晓得各位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收获哈？那所谓师者啊，师者，什么叫做师者？师者，所以传道授业解惑。好，那当然，师不是单单只有一个人啊，任何一个人、事物，也就是说我们在人生当中的任何一个，不管是考验也好，或是说困难也好，或者是说任何一个阻碍啊，那简单讲的话，就是在人生当中任何的一切顺境跟逆境，都是我们人生当中最好的一个资料。所以你必须要用心去观察，用心去看啊，在你人生当中，你的贵人就在你的身边啊，所以各位伙伴，你周遭的伙伴都是你一生当中最好的贵人。好，那希望呢，我们行事班能够借由这样子的一起成长，大家呢都能够有所收获，然后每个人呢都能够一天比一天更成长啊，智慧呢能够更增长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中午用餐时间，那我们待会就往餐厅移动用餐。那今天有一些新的伙伴，那请我们原本的伙伴呢能够帮忙招呼这些新来的伙伴。